另外来看，昨暗11点外的时阵，伫新德县的德东镇有一个公园，因内底呢是有一个女性，若像食酒醉困伫个涂骹，伊的身躯顶佮拍一个婴仔。当地民代就表示讲，这个女性是一个游民，也那社会处是讲，即马已经甲囡仔交予家长来照顾，也会继续追踪关怀来调查这个女性敢有甲婴仔顾好势。 小块地板倒着穿红衫的女子，直接倒来就困。一个婴仔规身躯真垃圾，趴伫身上一直骂吼。经过民众上前关心，对方技术啉酒醉，讲话起起倒倒。当地民代协报也去现场。已经不见1年多，结果一回来就抱一个小孩子回来，因为妈妈就喝很醉，躺在地上啊，小孩子就坐在他旁边啊，一直哭啊，好像嫌他吵，他就掐他的脸啊，一下掐他脖子啊，一下又拿毛巾去捂他的嘴巴。我们是有制止啦。看到这个女子，民代并不生分，指出这位游民过去常看到伊伫当地流浪，已经1年多无看到。21晚11点外，若是方发现出现伫新德县德东，困伫迄曲公园内。这摆佫加一个看起嚟还未1岁婴仔，甲母亲伫外口咧流浪。民众通报的一个幼童，我们已交由家属带回照顾。为了确保他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，也会跟父母讨论照顾计划，同时追踪他后续的照顾情形。当地社会处已经派人到场，目前将囡仔交回家长照顾，除了继续追踪后手的情况，母亲技术照顾无好，也会调查干部进行相关辅导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